40。天顶的君王，予我回得胜，愿你带我到天端天顶，迄时有艰难，若是大变迁，我歌断地自言愿无野些。咱看第40的第2节吼，第2节，愿你带我到天，永住天庭，还是永踮天庭？吼，你若是看汉字，会想讲要唱做大吼，大伫上帝吼，大伫天顶吼，但是伫即个即个圣诗吼，甲咱的即个 PPT 已经改过吼 ，PPT 改了即字较正确啦吼，就是讲甲白话字的点吼 ，TIAM 点是共一个字吼，若是旧的，像我的圣诗的版本是住在天上的主，安尼咱有可能会唱唔对，就是永住天庭，安尼唔对。吼，照白话字的发音是永踮，吼，踮伫上帝身躯边。当然住伫上帝遐，意思嘛是正确。不过为着要互咱吟的时阵会当即个一致吼，咱就做伙唱踮永踮天庭。咱第40再搁唱一摆吼。来，天顶的君王，予我回得胜，愿你带我到天，永踮天顶，迄时有艰难，还是大变迁，我歌断地自言愿无野先。好，这是真水的一个歌词吼。世间会变迁，吼会有地动，会有艰难，会有疫情，吼总是上帝国是袂震动的，吼这是不能震动的国，吼所以咱相信主有福气，咱唔惊世间环境一切变迁变化。咱心头爱地主抓好定，咱搁来唱回应的诗466首，天顶大开恩典的门。今仔日也是清明，吼敬做的礼拜，咱要少年，咱这个圣徒兄弟已经安息，受主恩召，已经困的。伫上帝眼中，圣明吼圣明的事是极宝贵的事。咱来吟这首吼天顶大开来，天顶大开恩典的门，来你眼光照出来，这光是主。这门真正为我大开，为我，这门为我大开。第2站，写做阮门现时大开，万国万人着亲。无论何有，并肩富贵，临来着主下罪福，一大救主无穷恩惠，这门真正为我大开，为我。
度再快一点点哈。第三再来，咱着好大真情无惊，日子地球稳定无，过时日家地厝来行，求主上师大英光，一大求主路强运辉，这门真正为我大开，为我，这门为我大开。第四站，我着甘愿被受世界，已经过好就放下，立地天下条件上帝，我祝福甲万世，一大求主无强运辉，这门真正为我大开，为我，这门为我大开。好，所以这条歌袂使唱伤慢，吼，唱伤慢变做哀歌，吼，变做吼在对念尔。啊，若是唱较紧，唱较有精神，就变做是一个德性，一个信心的。望讲天顶真正这个门稳定的门，已经为着咱已经安息的兄弟来开。有一天也要为着你我来开。咱用会情诗来陪伴咱的心进入礼拜。363首。耶和华早起是你的条我的声，早起是我面对你爱念我的记得，望你引我面对你的圣地，少年你叫大的人主，我心坚，我面对你的圣殿敬拜你，我面对你的圣殿敬拜你。亲爱的兄弟，咱礼拜时间已经到，提醒咱，把咱的行动电话来关静音，互礼拜进行无得到交叉。咱每一届的礼拜，拢是要甲咱国外的主相拄，咱就用敬畏的心，咱就用诚实、用真情来敬拜咱的主。咱来听福音听声。
阮无得到灭无，是对耶和华者的阻碍，因为伊的怜悯无穷尽，主的仁慈逐早起换新，你的诚实极其阔，极其大。耶和华是我的基业，因为安尼我袂忘伊。咱做伙来吟圣诗279首，主踮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请起立吟全首。主踮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灭得我心事，笑脸你无停。你做我光灯，予我有光明。主做我智慧，予我通我空。若是极点滴你手里照顾，你做我天父，我做你的镜。你甲我结连，我甲你同行。世间无一项比你较宝贵，因为你惜的我永远袂悔。你是我一切，我要心靠你。天顶的君王，世间无通比。天顶的君王，予我为得胜。愿你带我到天，永踮天顶。迄是有艰难，也是大变迁。我看断对主，永远无野心。阿门。咱有缘徛伫，咱要用尼西亚圣经来告别信仰。尼西亚圣经，阮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阮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伊伫一切世代以前对别的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在圣女玛利亚出世，行做人，伫本州比列岛任内为咱顶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国活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边，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愿信掌属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荣光。伊捌托先知讲话，愿信一个圣、公堂、制度的教会，
阮各个一个为得赦罪的洗礼，阮希望世人各活来世活命。阿门。请坐。咱掀开圣诗的后面启应文，启应文第36篇，咱做伙来启应。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36篇。心内颂香的人有福气，忧闷的人有福气，温柔的人有福气，咬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怜悯人的人有福气。生气心肝的人有福气，予人和平的人有福气，为着伊捌受困毒的人有福气，为着我，人才累骂恁、困毒恁、诽谤恁万项的歹。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里的报赏是大。咱做伙来祈祷。上帝啊，阮的创造主，伫过去的7天中，有人过着一个真平安顺遂，兼彩也有人伫过去的一礼拜经历失望、忧伤、惊吓、生活的压力，拄着失败、侪挫折，但愿拢要伫遐的情景内面，虽然风风雨雨，阮要体会主信实。无论得时不得时，主的恩典拢要为阮。伫主圣神的大光中，主会不断向阮显现你永无失败的疼。阮承认阮的无完全，阮的意念总是常常违背你的旨意。因为主耶稣是价顶的拯救，完全赎回了阮。赦免阮的罪，互阮为体贴你的旨意，互阮行伫主真光永远活的道路上。亲爱主圣神，恳求你帮助阮有顶头生的确信，阮意爱体验顶头生的信仰。基督若伫阮的心内。虽然阮的身躯因为罪跌到死，但阮的心神要因为称义来活。伫圣神内，阮要有顶头生的看见；伫圣神内，阮要有顶头生的体验；伫圣神内，阮要有顶头生的活力伫阮的内面，看顾阮的所行所做。阮无要互圣神担忧，阮无去消灭圣神的感动。主啊，帮助阮凡事敬畏，互你的圣神的安慰常常伫阮的中间。阮毋是倚靠势力，毋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主的圣神才会当成事。但愿互人有仰望的圣神，因为信将万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伫阮的心内，互阮照着顶头生的气力，大大有仰望。你要将你生命的道路来指示阮，伫主的面前就有满足的喜乐，伫主的正手有永远的福乐。阮拢要满满充足，伫阮所有顶头生的人中间。
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就是阮平安。阿门。正歌队带咱来学乐，因要吟的诗，河顶大。咱要来共读上帝的话，《約翰福音》第3章第1節到21節。新約
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到21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眠时来就问耶稣，对伊讲：耶比，阮知你做先生是对上帝来的，因为若毋是上帝甲你伫地，就无人会行你所行遮的事。耶稣应讲：我实实甲恁讲，人若无定头生，就袂会看见上帝的国。尼哥底母对伊讲：人已经老，怎样会定头生？将会阁入老母的腹肚来生吗？耶稣应讲：我实实甲你讲，人若无对水对圣神来生，就袂会入上帝的国。对肉体生的是肉体，对神生的是神。我讲，恁的确着定头生，恁无得掠做奇怪。风自在意思来吹，恁听见伊的声，毋知伊对倒落来，倒落去。伊若对神生的也是安尼。尼哥底母因伊讲：怎样会安尼啊？耶稣因伊讲：你做以色列人的先生，也毋知这吗？我实实甲你讲，阮是讲阮所知的，干净阮所看见的。若是恁毋接纳阮的干净，我甲你讲地上的事，恁尚且毋信；若甲恁讲天顶的事，恁太要信。无人捌就天，只有伫天里的人子对天降落的那定。佫亲像摩西举起蛇伫旷野，人子也的确着安尼受举起，互见若信的人踮伫伊有永活。第16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授予世间，互见若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着永活。伊疼世间到安尼，因为上帝找囝入世间，毋是要审判世间，是要互世间对伊得着救。信伊的人无受审判，毋信的人已经受审判，因为伊毋信上帝独生囝的名。所审判的，就是光入世间，也人爱暗，较过头伫光，因为伊所行是歹。伊若做歹的，怨恨光，也毋就近光，行了伊的所行是责备。独独行真理的人，亲近光，来显明伊的所行。上帝来行，圣经读到这。现在，我心虔诚来尊重。我心深在对你认讲，提醒我的主，
现在，现在，现在，我心恳心来尊重，我心现在对你认公，实现我的主。讲到牧师要用镜头先入上帝国来敬道。所敬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讲一个真要紧的信仰的真理。尼哥底母和耶稣的对话，咱所熟的约翰福音3章16节，就是诞生伫这段对话中，咱做要分享大声，咱同心来祈祷。至圣阿爸爸上帝，你的话就是活命，你想事道路就是耶稣，做阮生命甲真理。阮只是恳求你，阮有通听的耳孔，安静，较无注你的心，互讲的讲了清楚，听了听的听明白。阮的生命搁一摆得到换新变化，阮的灵性也对着成长。愿主你的话进入阮的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咱来看这个真特别的故事吼。2礼拜前咱是讲耶稣将水变做酒，第一个新约，要互咱平凡无奇的这个平淡无奇的生活，人生有时就感觉无啥意义，一礼拜在过。但是咱若是拄着耶稣，咱若真正互伊做工伫咱的生命，水会当变做美酒、美好上顶上的酒。然后耶稣顶礼拜入圣殿换新这个这个当然无一改，耶稣敢若警察咧赶这个摊商共款吼，前脚离开，后脚安那搁摆出来吼。所以耶稣连续3届、4届、3年半的服侍中间，逐届去搬过节，拢会当想象，伊拢真受气。教会迄个是叫圣殿，是万民祈祷的厝，恁互因变做啥物？变做啥物？插手。咱的身躯也是上帝殿，有可能你的心也是安那变做插手。如果你的心无定头生，无入上帝国，你所想念、所思念的事，拢是地上世界情欲。圣经嘛有讲，上帝所怨恨的，就是啥物？骄傲的心，这个快跑行恶的脚。所以这是上帝所无欢喜。咱的心如果贪恋世界，咱就无法度看见上帝国。拄则咱的启应嘛讲，心清气心肝的人才有福气。你心无杂念，才会当看见上帝国。所以这个顶头生对水甲圣神生，怎样入上帝国是咱拢真需要明白的。咱先看，咱掀开圣经第3章第1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尼哥底母，不是底母，不是底母，是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伊介绍这个人，但是呢，伊来就问耶稣真奇怪，伊唔是光明正大，所以有人讲这个人叫做暗暗地做门徒。伊伫约翰福音尾也阁出现2届，一届是伫第7章，伊为耶稣讲话，未审判，因为伊是犹太人的官，71个人组成犹太人最高议会这个公会，伊是其中一个。法利赛派，等一卖介绍有6000人，总共只有22个会当入这个公会，伊是其中一个。所以当伊知影耶稣，伊虽然无公开表明伊的身份，那是有可能安尼伊就安那被开除会籍还戒规禁圣餐不准你来这个来入犹太人的公会。但是伊伫
伫迄个时阵，伊犹原有仗义直言啊，讲人还未审判，无听伊的口经，你就直接定伊有罪，安尼有理无理？哦，这是伫约翰福音第7章一段对话真无理的迄个中间，伊据理力争。啊，过来是19章，耶稣已经死，有一个玛利亚太的犹太人叫做约瑟，伊嘛是甲即个尼哥底母共款，是暗暗做门徒的。但是伫耶稣死的时阵，因则表面的身份去甲彼得多求什么？求耶稣的什么？对，求耶稣的身躯要甲伊安葬，带着真多的即个乳香甲沐浴吼，乳香没药100斤哦，真济要来为耶稣。所以伊其实是嘛是愿意跟对耶稣的人，但是伊有真多的包袱、传统、束缚，也是伊有真济的考量，政治生涯的考量，所以无法度公开明明做门徒。但是真有可能，当耶稣死过活了，伊就真正做一个基督徒。圣经无记载尼哥底母这个人尾啊怎样，所以无光明正大日实来找耶稣，是暗时夜里半暝3更，然后无人的时阵，甚至学生拢无伫的，无爱互人看见，偷偷啊来找耶稣。有一个人是法利赛派咱常常拢讲咱若是伫教会讲，你这个人吼，就是叫法利赛人的，迄是甲人讹落，还是甲人讲是褒还是贬？你讲大部分拢是贬啦。但是伫耶稣迄个时代，法利赛人是真受到尊重。几十万人，像几百万人的犹太人中间，这个教派只有差不多6000人。伊阁是这6000人中间内底上尊贵的22个，入去公会这个内底。所以伊的身份是真受到尊重。但耶稣要甲伊讲一个要紧的真理，就是你的这法律的这律法，对摩西的律法，伊毋那是摩西圣经的律法，伊阁有一个口传律法，因阁家己编出这律法，因拢每一条足严格去遵守。因掠这做夸口，就是甚至茴香有没有？迄个香料要献上几公克，因拢量甲足准的。但是耶稣嘛常常甲因责备，就是讲，这代志你有做，细只虫你家己拢滤掉，结果咧落毒，遐大只你家己吞了。恁这假先的人，假冒为善的人。所以，这法利赛人去耶稣骂一个，到现今咱才感觉对这个法利赛人印象真无好，因为因就是夸口律法，而且家己做袂到，而且因所做的是表面的功夫，做人看的，欺骗上帝，欺骗家己，做上帝看，做人看，但是伊的心内嘛是不安。咱就想到马丁路德就是安尼啊，伊所有的这个律法伊拢守，天主教的苦路每一条伊拢去行，迄个楼梯山过石苦真正无憾，伊就安尼做，每一天安那禁食祈祷，刻苦己心，摕鞭仔讲，我今日哪会使看袂起一个人，伊无做任何代志，伊心内有迄个念头，伊就感觉这良心袂得过，伊就摕鞭打自己。伊讲安尼拢无法度互人得救，所以耶稣要指出一条路，讲恁的敬虔毋是靠行律法，这条路袂通。因为耶稣要讲这个爱顶头先。所以咱小可来介绍这个有4个派。可能有上师爱读经的都有对这个有印象。以色列人、犹太人有分做4派，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派的人其中一个，过来是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因是死对头。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嘛伫这个公会内底咱看这张图。这个71个的公会是对倒位来？就是对摩西有一届上帝甲伊讲，你一个人无法度审判所有的这个无法度断定所做这案件，以色列人100-200万人无可能拢靠你。
所以你爱设立70个长老，然后下骹阁有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有无？所以上帝。然后上帝叫摩西经70个长老，对12个支派中间经出70个长老，就是对这个的经纪。所以这个公会有几个人？70+1啦，一个是主席，就是大祭司，其他70个人就是对法利赛人经22个，对撒都该人经26个，然后呢对民间的这些长老叫经。24个24+24，安尼偌济？48再加22，70，70搁加上大祭司，安尼总共71个，组成以色列上悬的这个公会。虽然伊迄个时阵受到罗马政权的统治，但是罗马政权依然授权因安那有家己的这个宗教自治条例。所以因在审判耶稣的时阵，是先对这个公会，然后判耶稣死刑，然后但是因无执行死刑的权，才去拜托彼拉多，讲这个人拜托你甲阮处死好无？麻烦者，这个人是在扰乱的。所以这个咱就了解讲，耶稣伫公会面前受审判，耶稣嘛甲因呛一句话：这个权若毋是对上帝赏赐，无人有权柄。我的命是我家己要献出去，毋是有人有法度摕去我的命，是我愿意献我的命。若无恁无权取我的命，因为伊是无罪。所以耶稣非常清楚。然后咧，因有真济这，咱爱伫查经班才来讲。简单讲就是，法利赛人因足注重摩西律法、口传律法主义。然后呢，撒都该人就是这个祭司、这个权贵。因有几个家族，4、5个大家族，甲罗马政府较好，所以咧，因较注重肉体享受，所以法利赛人看袂起撒都该人，讲恁这个听世间的无守上帝律法的，做祭司的这个乌西的代志，拢是伫这撒都该人。所以有一届保罗去到伫使徒行传的时候，看到现场嘛有法利赛人的这个成员，嘛有撒都该人，伊就讲：我相信死人搁活，因就开始安那辩论还价啊。因为撒都该人无相信天使灵界，拢无相信，嘛无相信死人搁活，因就注重人生的快乐享受。所以因就伫遐辩论，保罗就无事安尼互因还价。所以咱就知影这个组成。搁有来第3种叫做爱色尼人，第4种啦，我咱互伊出来第3种叫做奋锐党人啦。耶稣有一个学生就是安尼，犹太嘛是安尼。所以有人在要讲耶稣为什么会互出卖？其实毋是要为着这个钱，伊是要出卖耶稣，互耶稣甲伊逼到绝路，逼到悬崖，然后咧，伊只好大显神威，叫天使天军消灭这个万恶的共匪，消灭这个罗马政权，犹太人就要复国啊！所以这是犹太人的期待，这就是所以你看，法利赛人就是立律法做中心，撒都该人就是祭司做中心，献祭这个维持圣殿的运作，然后家己有一寡好处做中心。奋锐党人是立政治做中心，甚至是真激进的、革命的、鹰派的、右派的，就是要拼到这个罗马帝国。所以法利赛人嘛是安尼啦，伊是望，所以因常常在问耶稣一个问题，讲上帝国的实现，以色列真做一个主权独立、心理独立的国家，就是伫现在吗？什么时阵会实现呢？耶稣来应讲，上帝国毋是显然，毋是目睭看会到，毋是讲伫遮伫遐，上帝国伫倒位？伫恁的心内，伫咱的中间。咱等下讲到这个经节，最后这个爱色尼派是啥物人？就是约翰，就是这个人，洗礼约翰这个人，因是住伫旷野，秘伫这个棚空。咱知影死海古卷对无？死海古卷的找到，就是因为爱色尼人将这个古约的圣经以赛亚书
这旧约圣经拢放伫即个废弃的即个内底。结果咧，有一个牧童吼，就是顾阳仔的囡仔吼，总统的时阵，伫几十年前，摕石头牵入到迄个房间，叫天国砰一声。我讲，砰一声，应该石头弹入去，哪会砰一声？原来就是迄个瓷器破去，迄个来就去扣。伊本来是要一只羊仔走入去，伊要牵石头，或者只羊仔会走出来，结果无走出来，伊入去内底一看，哇，不得了！哦，内底是宝贝，是死海古卷圣经的抄本，哦，嘛不是原本，但是抄本是最早全世界上早主前1400年的这个抄本，所以主前几百年啦，吼，的这个抄本。所以，这就是爱色尼，代表讲伊安那，拄好甲即个撒都该人得病，哦，嘛甲法利赛人无相像，因无入世啦，因他们出世，阮无爱甲即群人同流合污，阮就是追求掠灵修敬虔的生活，真正做中心。所以，洗礼约翰伊就穿什么款的衫？罗德蒙的衫。摇下皮带，食什么物件？食山珍海味吗？哦，不是，哦，食什么？蝗虫野蜜，哦，清酒浓酒不沾，哦，这是，哦，这是爱色尼人因注重灵修。好，咱来看这个因的对话，啊，咱来看因的对话。尼哥底母就问，就伊先甲耶稣学了，列比啊。伊家己本身是列比哦，这个尼哥底母是列比，但是伊竟然称一个少年家，伊可能60几岁嘛，因为对迄个对话中，人已经老，讲我已经老啦，我已经老啊，白头毛白喙鬚啊，喙鬚已经白啦，我要怎样入阮老母的腹肚内底？阮老母已经凡世已经无伫啊，我要怎样去找着阮老母，啊，搁入伊的腹肚内底，搁生一届？哦，伊俩做是安尼，讲哪有即种代志？伊无明白，所以当推断吼，伊可能有会啊，但是伊称呼耶稣列比，佮甲伊学了讲，我真正看出你是对上帝车来，你是对顶面来，做以色列人的先生，做师傅的。因为若无上帝甲伊伫地，还是甲你伫地，这个信念无人会惊伊。哦，所以是甲耶稣学了，啊，耶稣怎甲伊回？讲啊，无啦，啊，你唔甘嫌啦，啊，即个甲伊哈拉嘛无。耶稣就甲伊讲啊啦，讲我是甲你讲，即个事实原文，咱来看一下原文吼。昨昏即个陈小小吼，凤祥老师才讲吼，咱吼陈教授爱看原文，有机会遐历史话嘛读。来，这边来读，阿门，阿门，阿门，吼，就两届阿门。列国，所以列国就是说话，人在讲话，不是 logos 是上帝，道是名词，列国就是我说，我对你说，所以受词，阿门阿门，列国所以实实在在，我甲你讲，因为时间已经晚，3更半暝，我明仔载阁有早祷会，吼，耶稣透早阁爱去祈祷，吼，无爱甲你讲废话。哦，唔免阁安尼，你保我，我保你，安尼伫遐讲话规保。我直接甲你讲，我知影你来就是要看见上帝国，但是我甲你讲，哦，我甲你讲，无论惊神者也是你所抱的迄个律法主义啊，摸迄本圣经摸掉掉，摸迄个摩西五经摸掉掉，吐落，袂互你看见上帝国啦。哦，所以阿门。阿门，列国所以即句话讲3届，哦，你来查看卖有查到无？第30讲一届，哦，第50搁讲一届，哦，圣经摕出来现，我实甲你讲，拢是即句话，一再搁甲你讲，所以讲总共讲6摆，阿门，阿门，阿门就是实实在在的事。哦，我实实在在甲你讲，即个代志是介要紧，你请听有详细。当然，尼哥底母迄当时无完全明白，但是伊将这个话带转去想，我想伫伊尾啊为主伫公会做发表伊的言论，佮有伊求耶稣的身躯
公开来迄个时阵，伊就明白即个代志，伊有在追求啦。哦，这22个公会内底，法利赛人只有记载，伊其他的拢是对着耶稣，在找空找旁要找耶稣麻烦的人，乌一空互耶稣跳落迄种。伊毋是真正要敲找真理，明明看见即个人的讲话有道理，有上帝官兵的话，佫会惊信了，200%是先知，但是这个人毋信就是毋信，毋配合就是毋配合，坚持到尾也甲耶稣除掉。哦，所以咱毋通做即款的人，咱爱亲像尼哥底母，虽然无明白。但是伊有敲找真理的心吗？咱基督会8点，早经班7点半，我讲无出伤晚，这3更半暝来找耶稣呢。哦，咱嘛无上到3更半暝9点半就咱转去啊，咱是安那无来？你有愿意要得到无？你有认真在敲找真理无？还是做一个法利赛人形式？佫会用上帝话去甲人吐，哦，这实在是咱爱好好来检讨。咱讲第2章上落尾，耶稣就已经提早讲即句话啊。耶稣因为侪人看见新约来信，耶稣安那无信任因啊。包括这个尼哥底母看到新约才来信的，不是真正的信心，那是一个足粗浅的。因为你看见新约，那不是叫做你信，那叫做我知影，唔叫做我相信。我知影耶稣将水变做酒，哦，我知影，但是你无经历，你无真正去信。多马甲耶稣甲其他学生讲：，恁有看到啊？恁有看到？恁当然信啊！我无看到，我无爱信。我爱用手镜头啊，望耶稣的手，看是毋是真正有一空。啊，搁我安那吐到伊的即个叶骨边啊，看迄个哦，因为我明明看到迄个安那冰钉插伊的即个哦，伊有看到。然后呢，恁讲主耶稣讲话，迄个人遮一定爱有一空。啊，遮嘛有一空，迄个才是我才要信。结果咧，耶稣讲无看见就相信人有福气。当然，多马尾也有看到，但是伊为家己的小信，悔改，讲我的主，我的上帝。伊看到耶稣的时阵，耶稣讲你来望，伊唔敢望，伊知影迄个是主，伊就拍落。所以你是倒一种人？耶稣无信任这种，耶稣无将伊家己交予这种人。当然啊，耶稣无伊是上帝，伊哪会将伊交予你？咱嘛有时嘛会当安尼讲，咱袂使将家己交予遐个无真正军队耶稣的人。也是换句话讲，这款的人无法度成做真实军队耶稣的人。这款的人也无法度，也无资格做上帝国的子民，因为因的信是无经过考验，伊无真正用心去挑找，伊是要看到神了才要信。上帝，你予我什么好处？你来祝福我，予我好业，予我安那，予我健康，我保平安，保安那，我才来信。种甲上帝发巴拉肯的谈条件的。毋是真正愿意委身军队耶稣的人，所以咱来看这句，路加福音17章20节。法利赛人因关心的，是，所以同款是讲这句话上帝国，但是耶稣讲我的上帝国甲恁的上帝国无共。若过去咱长老会用讲，咱追求台湾国。比追求上帝国较出力啦，走到美国联合国去亚报地，当然迄是真好啊，因为迄是一种挺台湾的表现啊。但是上帝国耶稣讲，咱搁较要紧的，
是追求上帝国主权的实现，唔是只有追求台湾国主权的实现，咱唔是。因为咱将来要永远住伫上帝国，唔是永远住伫台湾国。所以你到底你关心的是啥物？你若是真正做上帝的国民，有天国的这个 passport 吼，这个护照，上帝国就伫你的心内啦。所以法利赛人问耶稣无直接甲伊回，我讲恁的上帝国甲我的上帝国无共。上帝国，耶稣嘛讲一句话，讲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嘛伫遐。你的心思思念念的伫倒位，迄个就是你的财宝。你的财宝若是伫世间，你的心就留伫世间。但是当有一天，咱有即种属灵的看见，咱知影。天顶，这是咱的祖家。上帝国，这是咱真正爱追求、爱为着伊来牺牲奉献的。咱的财宝伫天顶，咱的心也移民到伫天顶。天国的愿望就伫咱的中间。所以我真意爱一条歌叫做《永恒的答问》，来，你有听过无？在世间多少欢笑。在世上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有听过无？无按年代无共款，无相像。试问谁能拥有一切？但人世间变化，搁再变化。你说掠做你有的，明日就消失无去。有你一大地当，一日就家破人亡，厝体就无去，甚至性命就无去。你所陪伴者要归互啥？今仔日就要处理的灵魂戆人啊！上帝都互咱机会。这条歌最后就是讲，永恒的生命永存在跟随他的人什么心间。永恒的生命永远伫地，永远的活命就伫军队耶稣的人的心内啦。当迄个愿望。什么是愿望？就是说，还未看到的代志，你有把握；还未发生的代志，你会当确信。你对上帝信心已经有够呀，上帝国已经好亲像还未临到，但是你已经看见，用属灵的眼光已经看见，将来要临到你的，你的心就开始为着上帝国来火热。我的生命要为上帝国来活，所以。咱用安尼来检验，天国的愿望有伫你的心内，你就会变做这款的。拄则圣经在祈祷讲，得时不得时是要安怎？得时不得时是爱传福音嘛，得时不得时是爱照上帝心意来过伫咱世间的日子啊。得时不得时是爱完成上帝国主权的实现。愿你的国临到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所以伊讲，伊照这个来解说，伊就想无讲要怎样？是要轮回？是要投胎转世？人要怎样入老母的腹肚内底，搁生一届？我嘛足后悔，我的人生哪会过甲安尼？我若是会当搁顶届来，我可能会选择无共款的学校，我可能会做无共款的职业，我会娶无共款的某。有人想要定头生是这个，但是耶稣甲伊讲，毋是这个意思，毋是叫你出世搁做人做一届，你搁做10届嘛共款。死人个性袂改，就是袂改，人就是有罪嘛。咱带着创世纪迄个亚当夏娃犯罪 DNA， 你就是注定的犯罪，无救。所以耶稣就要甲伊讲，上帝疼世间，将伊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信伊的人未至到沉沦，佮得到永远的活命。上帝疼世间到安尼，这是唯一的路。The way 啊，耶稣讲 I am the way， 我就是道路、真理甲活命，毋是足侪路。你信啥拢共款，最后拢会去上帝遐无，只有
对天降落地的人子，捌上过天，对天来。对神生的就是神，对肉体生的永远就是肉体。牛牵到北京也是，所以人无可能对肉体到有一天我修炼吼，亲像即个佛教还是啥物道教，我修到尾啊，得到即个三宝，最后吼修啊变做舍利子，我就成佛啊！吼，无即种代志，搁安怎做，互你出世做人？无论做谁的囝，做杨永庆，做郭台铭的囝，你出世100届，100届拢会犯罪，10000届，10000届拢会犯罪。全世界60几亿人口，每一个拢犯罪。所以对肉体生的永远就是肉体罪恶，这个律法内底，只有对神信的人，才会当进入上帝国。吼，伊讲入上帝国啦。第一个，你要有较目，你要看见，看见也无够，看见我著看见迄个物件真好，我著无去食，我著享受袂着。你要进入到迄个国度内底，你才会当谈到天国的滋味。所以耶稣甲伊讲，对水甲圣神来生。好，这是咱四海讲过，有听过，应该是就有印象。水有几种的解说。无绝对，当然四海读经伊是掠第三种，即个上帝话，啊，其他嘛是会当，互咱去了解、补充，这无绝对的正确，这段圣经无容易，咱详细来听，水就是以色列，然后伫旧约常常用水甲圣神咧代表清气甲换新，然后水也常常代表上帝的话。所以咱常常听到牧师在讲道，也是讲道前的祈祷，会讲愿上帝神甲上帝话安那同做工啊！因为上帝话是谁想事的？是上帝神所想事。这圣经是上帝神启示，才会先知才写落来，敢毋是？所以上帝的神做工，才会话，才会对你的生命产生意义，若无不过是你尔，逐日拢会捌，但是读了后对你的生命无产生变化。所以咱祈祷上帝的神甲上帝的话，平白做工伫你的心内，来结出好的果子，影响改变你的生命。咱看几句圣经，咱无一一来显。同款伫约翰福音15章，耶稣讲：哇，即马本来耶稣讲咱的学生无清气，犹太人足爱洗手的，迄六红的石缸内底拢是伫洗手洗骹，迄是手是外表。但是耶稣讲，因为上帝道才有法度，互恁的心清气。伊有所书嘛讲，借着水，借着即个道，甲教会洗互清气。变做基督的心腹，基督的心腹。少年人用什么来清气伊的行为？就是遵行，用上帝的道，道就是什么？就是神道啦。雅各书一再强调，听对咱的帮助力，又是小可，凡说听的无任何力。但是你行道理，你实践道理。这个道理就会帮助你明白什么是顶头生，明白进入上帝国是什么。所以听道是开端啊！你要去遵行这个道，这个道对你生命带来真大的祝福。彼得前书也讲，恁顶头生不是因为败坏的经济。是未败坏，就是上帝迄个活法永远存在的道。上帝话一点一画，天地无去，上帝话一笔一画拢袂无去。这个道会互你享受你新的活命。旧约嘛是安尼讲，我用清水向伫恁的身上，恁就清气啊。搁较要紧是安那换一个心，将新的灵。新的心放伫恁的内面，除去迄个亲像石头、定酷酷、
恐惧你唔肯改变的迄个心、疑心，咱爱改变。特别咱信主已经真久，20年、30年、50年，而且老信徒兄弟姊妹，保罗用上帝慈悲考验咱，心意爱换心变化。唔通我靠讲，我过去少年的时阵偌信心、偌敬虔、偌火热。你现在在安怎过生活？你现在有继续跟对耶稣为上帝国打拼，坚持到底，才会得。上帝要将伊的心放伫恁的内底，放伫咱的内底。好，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也要随事过日，所以后半段我想咱后礼拜再过来分享，因为这个袂使安尼赶紧凊彩就大过。这个是要紧的圣经节，风出在，意思来吹。我先用这句做结束，做今仔日讲道的结束。风出在，意思来吹，伊直问嘛，问甲伊讲，你做以色列先知毋知影嘛？耶稣调过伊家刺激，会认真去想。风出在，意思在吹，这个风其实你若一看原文叫做 pneuma， 就是甲圣神的这个 pneuma 同款。风就是圣神，伫旧约希伯来文叫做 ruach， 嘛是风的意思。上帝神运行伫水面，迄个就是 ruach。然后呢，耶稣喷一口气讲：“恁受圣神，对无？”然后耶稣甲亚当，不是上帝甲亚当喷一口气，就到伊内底，所以伊就成做啥物？有什么的活人？有灵的活人啊！迄个 ruach 就走去到伊内底，伊就开始灵甲灵会当相通。所以动物袂敬拜上帝，动物袂招招的一群狗仔来去唱歌、唱诗歌，然后做礼拜袂。但是人会去追求上帝，因为人有上帝形象，就是对这个ruach，对这个灵。所以咱来转来到灵的世界，对灵，对神来生，才会当进入到上帝国。你毋免感觉奇怪。然后伊讲圣神的工作，亲像风吹，咱看袂见风，啥物人看见风？你有看到风无？但是如果是你坐伫树仔骹，你安静心落，你会去感受到风无？还是讲足热的天气，咱若是坐伫冷气下骹，你会感觉一个凉风？还是去外口会有烧风，甚至有暴风、有风台。风看袂到，但是你会感受到风。圣神无人看会到，连耶稣的约翰拢讲，亲像钱仔，仿佛圣神毋是钱仔，毋是粉巧，只不过亲像迄个形状降落伫耶稣的身躯顶，要为着互伊通有一个通看见的形象。但是伫现在，咱虽然看袂见风，会当感受到风；咱虽然看袂见圣神，但是咱会当非常清楚感受到圣神的工作。真侪人甲我无所分享讲，祈祷也是吟诗的时阵，伊会感觉一种温暖，感觉互电流，电流通过，感觉伊会流目屎，因为圣神在感动伊的心，为伊为罪为审判，家己责备家己。人的心若是会看得人责备，袂看得互上帝圣神责备，迄人安那有救？袂看得互圣神责备无救。就是圣神甲你感动，你讲圣神走，莫甲我讲，我真无好，你莫甲我提醒，走。所以圣经有讲，得罪我的就是家己安那出死。亵渎耶稣佫会得救，但是独亵渎圣神的永远袂得救。因为圣神要甲你感动，要甲你改变，互你有得救的智慧。结果咧，你消灭圣神的感动，你甲圣神对你的身躯顶赶出去，圣神就无法度伫你的身躯顶佫继续做工。上帝恩典就来离开你。所以圣神的感动，咱爱去经历，咱爱去追求。常常是参加一个领袖会、特会、祈祷山的事，因为什么？你脱离嘛，你脱离你的厝，脱离迄个电视，
脱离你的手机啊，去到安静、合上帝心意的所在，一个灵修的地点，好的所在，甲敬虔的人做伙。哦，可能张哈拿牧师啊，像因有这个温数会当带领你，带领众会友做伙伫迄个敬拜中间，听见圣神用讲袂出来，吐气在为你祈祷。求主帮助咱，咱先今日停留伫遮，伫即礼拜伫咱读圣经、祈祷、吟诗的中间，咱无去插销圣神的感动，也无互咱的人生、互咱的生命去互圣神担忧啦。你若是真固执，无愿意听圣神的担忧，吼。最后讲一句就好，讲学基督的虽然真多，吼，这个生，这个离咱会当伊用安尼来帮助咱来明白。保罗讲，我用福音生恁，就是啥物呢？就是讲我用福音的来影响恁过日子啦。恁即马过去是活伫家己的私欲、邪情、世俗中，即马恁爱活伫福音的影响下底，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哦，无说捌用过一套个教材，差不多有就是开始你的新生命。旧的已经过去啊，你爱一刀两断，爱过一个一道道新的生活。所以同款，对圣神来生，就是讲伫圣神的影响下底，你愿意顺服圣神来过你每一天，包括生活中每一项决定，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圣神内住伫你内底，你要真做一个愿意听，佮互圣神来引带的人。愿主帮助咱做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你是道路真理活命，愿真仰望会当进入到这个上帝国明白顶头生。总是阮知影地上的事检测会当靠势力、靠才能来成就；总是属天的事只会当靠上帝神，就是圣神来成就。对神生的才是神，对肉体生的永远就是体贴肉体，随从肉体。这个结局就是死，甲上帝隔开。总是体贴圣神，对圣神顺服圣神引出来的人，因的结局是活命，佮有平安。愿主你帮助阮，赏赐阮明白迄条路，找到迄条路，根底迄条路来行永远的上帝国。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来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追思故日，因拢是抱着信心来死的，甚至特别来主讲，真正有信心的人是世间未堪得拥有的人。这个世界想要得到因，但是上帝讲，因的灵魂伫我遮。魔鬼撒旦想要抬这耶稣的门徒。筛子筛你们，但是耶稣已经为咱祈祷，所以咱看因的相片，笑念因的信用卡价，咱做伙来努力，活出咱家己根底主的人生。
这些拢是咱真敬重、信用的前辈，因的一生的确检测有软弱，但是因持守这个信心到落尾，甲主做伙来得胜，阮相信因的灵魂拢伫上帝身躯边，主的确有带路，因带因，所以咱会检测想到甲因做伙的日子、生命的故事。也真细阮跑走天路的营养分。金海兄，金海，教育者，中庸兄的太太，那是义成的妹妹，白小姐的查某囝，姚明兄，明辉兄，建中爸爸秀云长老的哥哥，这是东升兄，的妈妈，这我拢较有熟，因为拢是我主持，研会长老，甲这个若会校长。和咱所敬听正常兄弟，挺美姐的同赛，哥何旭山，这是咱伫圣诞节2年前伫中国伊结出的果子，伊要过往前来洗礼，美容，这个哥里边，哥泰戈拔，英雄执事。高祖主，新中勇，拢是这几年伫咱身边，亲像云彩来见证，因已经放下一切苦痛，也盼望咱兄弟姊妹来放下这个重担甲罪恶。咱用1分钟的时间，咱来安静，来为着咱特别家己的亲人、老爸老母，咱受主恩调，被主接到天顶的，咱用短短的时间来为祈祷孝念。
主，阮的生命河顶的第一站，阮有一天拢爱倒转去你遐。人拢有一摆会出世，一摆会死，是千古不变的道理。总是阮信主的人有顶头生的救恩。求主你将这个顶头生的愿望，也实在会当经历会到，信仰的实践，赏赐予阮，予阮对水、对圣神来生。来过地上天国的文化，互阮的心无带伫世间，阮的心依明伫天顶，甲主耶稣三甲徛起，甲阮所过往的亲人三甲徛起，甲天使圣徒三甲徛起，伫上帝永远无流目屎，无病痛，永远快乐的天国，甲主三甲做对。主，愿恳求你来拭去阮的目屎，安慰阮的心灵，互阮也把握伫世间的日子，互阮珍惜阮的亲人、教会兄弟姊妹情，来实践主你疼的诫命。愿主你帮助阮，伫每一天经历着圣神的疼，和圣神的活命。影响引带阮的人生，愿咱的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来吟回应的诗466首，请会众起立，天顶大开恩典的门。为我，这么。
请坐。咱用奉献来回应主的听，利用这书甲书证之事来实现。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的引带，阮平安来到主你的圣殿敬拜你。你将独生圣囝赏赐世间，互囡仔信你的就得到永远的活命。主你流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互阮对罪恶中得到透放。感谢主你的大疼痛，阮要用虔诚感恩的心来奉献，担保金钱做主你圣工路用，愿主你感纳，祈祷奉靠主的圣名，阿门。请坐。咱来拍开周报第3页，咱来读这礼拜经，我读一遍，请兄弟来读。周报的第3页，本周的经。耶稣应伊讲：“我实实甲你讲，人若无定头生，就袂会看见上帝的国。”约翰福音3章第3节，请。耶稣应伊讲：“我实实甲你讲，人若无定头生，就袂会看见上帝的国。”约翰福音3章第3节。耶稣应伊讲：“我实实甲你讲，人若无定头生，就袂会看见上帝的国。”约翰福音3章第3节。咱本周的汇表甲事项表，请咱兄弟家己详细看，然后错误免客气来更正。这个月的当日是健康长老甲姚生执事，
咱若兄弟有啥物要事要帮忙，咱直接找当地的中级。你若有事况度合袂好势咱一定爱会记你甲办公室讲找好代理的人或者个事工会当进行，也来拜托。咱来看教会的消息，邮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2条，12园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清明的联合追思礼拜取消。请咱兄弟若要去12园的自行安排。第3，今日咱的行政干事安琪请假，你若有代志要找咱的干事，直接由代理尤乃琪请咱找尤乃琪来办理。第4，后主日上午12点半伫3楼要召开定期中执会，请中执办心参加。第5，咱伫4月11到15有举行这个受难周的祈祷会。我伫遮特别呼吁咱兄弟注意这个代志，因为伫咱的信仰内面，这个国外节比圣诞节更较重。咱所信的主，若无死，若无国外，咱所信的拢是空空。请兄弟注意伫这个受难周的参与，互咱的信仰一届搁一届的更新。请你安排你的时间，尽量来参与伫这个受难周的祈祷会。咱伫每拜一伫一礼拜中间，咱教会拢有这个祈祷会，特别要邀请兄弟伫迄个拜5，咱会当来参加受难周的圣餐，这是真要紧，甲主的同齐祷。请咱甲咱的时间甲行程安排好势，也甲咱呼吁。第6，4月30，咱教会有借互中会教社部来办这个桌游带领人的这个课程的培训，欢迎兄弟来参加。第7，伫这个5月初7，这个中国医学院药剂系的学生有30-40个要来咱遮办一个活动，叫做小神农。这是针对国民学校1年到6年学生，这咱会当鼓励咱的子弟来参加，这是一个真好的宴会，会当通过这个活动，互囡仔来认捌这个药慢性病营养食品的安全等等这个活动，咱教会来举办请咱鼓励咱的子弟来参加。第8，咱教会1年1届的这个中级灵修会咱今年要伫这个大甲营地先锋来举办，邀请郑耀宗牧师，郑耀宗牧师来陪灵请咱中级来参加。你若想要更较了解，会当来接顺这个咱主办的热点野长老。第9，你有登记新安宫的兄弟，伊的读经本已经来即摆放伫办公室，请你会记紧领。第10，遮有4月份咱教会受请的名单，请兄弟咱斟酌看卖，若有老高也是错误，咱免客气，向为主会执事来更正。这伫后礼拜要来庆生。补充报告一项11。因为这2天疫情的关系，台湾的确诊拢100外，头拄小会有小可有开会，就是讲咱这个爱餐，后礼拜要暂停，就一届唔是爱餐拢要停，是讲咱变看这疫情的关系，安尼咱莫做伙食饭因这个安全性的问题，所以后礼拜的爱餐暂停一次。后礼拜按餐暂停一次。我伫遮嘛呼吁咱兄弟咱中间特别是咱的工作者，一定爱去拍疫苗
我毋知影，咱有要考虑啦吼，用正鼓励，咱伫安全的考虑下面吼，咱一定爱去注这个疫苗吼，啊，尽量3支吼，甲伊保护足安尼吼，才甲咱呼吁，啊，请啊为着咱台湾即个最近有可能会佫爆发即个疫情的代志吼，啊，咱伫遮来祈祷，啊，互遮的政府的官员有智慧、慧力，当吼真紧来找着好的方法。啊，互咱即个确诊吼，即个人数看会用低落去无吼。过来团契的消息啊，有聚会的，请咱直接家己详细看。较要紧就是每一个团契，尤其是双年妇女兄弟甲社青，因伫受难者祈祷会拢有献诗，啊，请咱伫各团契底参与的人，用参与即个献诗，啊，拢伫暗时仔的7点半，互咱伫遮有一个练习。啊，希望伫受难者祈祷会也有一个献诗，啊，请咱注这个代志。双联团契伫迄个4月20有要去一日游吼，参访这个水南教会，啊，这咱若有意向的兄弟，咱会当来报名参加。关怀协会的消息，啊，请咱家己详细看。啊，过来本周的大道事项，啊，咱集体关怀、甲会友的动态、甲新朋友的介绍、行平安礼等，咱请牧师。那咱今日有真欢喜，有2位新朋友伫咱中间是李明翰甲许碧荣，吼，伊是台南大专的同学嘛，吼，真少年，真欢喜，啊，甲咱做伙礼拜，啊，感谢主。咱来看集体关怀的部分，吼，真欢喜，咱的迄个新闻，吼，来看这个小朋友，吼，伊已经3月31号。上帝所赏赐的产业，吼，宝贝，吼，第3个，啊，拢平安，吼，某囝拢平安，啊，为着伊来欢喜，来祈祷，叫做雨丽啦，吼，伊是雨安雨和，啊，搁一个雨丽，吼，就是很给力的意思，吼。愿主祝福，咱也要为着疫情，吼，有一寡传播链，啊，甚至是不明的传播链，吼，这较互人会担忧，愿主保守台湾会当。挺过这个危机，啊也真欢喜看到这个同仁的妈妈吼叶玲吼，就是咱集体关怀第3点吼，已经平安出院啊，啊这个切片嘛是良性啊，所以感谢主啊，听大家为伊祈祷啊。万一医师本来要开刀吼啊，但是尾啊医生嘛讲，好亲像哦，莫去开较好，因为这个伊的动脉瘤吼。在右眼的后方，啊，若是无详细伤到，伊目睭会偏盲，还是就是会有看袂到的风险。啊，伊是皮肤科医生，伊要共做医美，打这个脉冲光啊啥，若是看袂清楚，迄是风险是真大。啊，所以求主保守。啊，咱这个周婉医师伊拜时当来参加咱的查经班，加这个一个陪读班啦吼，啊，伊的金色5月要开西屯路这边。我才甲大家分享。好，咱即时做伙来祈祷，咱请咱兄弟徛起来吼，来为着台湾的疫情，为着咱今日所领受的信息，咱做同心出声来祈祷。主，阮相信你是台湾的主，你保守台湾过去经过遐尼侪届的危机。主，阮即时犹原要继续为着疫情。伫昨日伫昨昏有160位本土的病例，求主你来互这个指挥官陈时中以及各县市，特别新北市的市长，会当有智慧来查出这传播链的这源头，对源头来切断，也保守阮的兄弟姊妹会当得到主你的眷顾，也。赏赐台湾人民有智慧愿意配合政府这防疫的行动措施，互阮做一个尽本分、疼惜土地好关心着彼此的好的国民，也愿主你提升阮、竞选阮，诚做上帝国的百姓，
成做天国的子民，互阮尽阮的本分，为伫世间为福音来跑走。愿主你大大施恩祝福每条姐、淑慧姐、叶玲姐、王阿东姐妹，还有周婉仪姐妹，你的圣神扶持，互因的肉体得到健康，互因的心灵也会当得到平安甲喜乐。互阮伫危难中，阮体会到主你就是听。幸有好歹，上帝你的确拢照顾阮。愿咱来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咱彼此来请安，吼，愿主会听，保守咱，搁经过一礼拜，也要进入到受难周。愿主你互阮有这个受难的心。来听。咱唱一届就好。我用主的听心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心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心心来听你。哈利路亚！吼，咱来活出这个听，真正彼此合一来相听。吟上用的诗，圣诗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天命恩典慈悲，天父上帝受主大福领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心宽怜感咱感动徛起咱心内，三位一体甲咱相通，一时到万世代，一时到万世代。阿门。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用光遍照恁，也用慈悲款待恁。愿主耶和华常常看顾恁，特别也看顾伫阮中间已经被主接去伫天顶，阮的亲人亲友。愿主的平安常常甲恁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列岛。咱今日礼拜到这结束，会平安。